心不团，要留根。您尽快走。应得弟弟，梁三伯放你来了。两兄在哪里？应得，我看你还是不见得好。我与两兄你接近来同苍山寨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啊？应得啊，你已是马家的生了，女儿未曾一语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做主。你一念女儿长定亲事，父妹无凭做事不对，与师母为媒，若孙子为聘，与理无亏应呀。得你弟弟，马家乃是左营世家，不有门第。两家虽然平安，也是亲不人家。应得你放肆！妇人与你不该不听无名，王弟弟是女儿三受苦心，此事为应大理，你岂能省心？观音是平儿媳，观儿的终身，你啥不许马家有错门第？要女儿嫁马家，谁难聪明？应得你大胆！三宗四的内部修婚就是贴近你，最无名是不在门内有所成，花瓶里发不用真主神。为父平日万事一从你，唯愿这一朝难以圆，应得啊，终身大事非儿媳。一将儿许马家，快来面对。念你与三伯有结拜之意，就用你一结。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取所女。这样子，岂
禀元王，钱老爷派人来参元王府宴。北家更衣是。宁熙，元王，被小姐到客房接见两相公。是。不要礼应磨灭，有失礼数。压定了日子难更改，我只好守备你俩言人。你从杭城到浑水，你包一代嘛就做一位。因为你同三本乃是结拜兄妹，不妨好好宽慰。倘有本地陪伴，为不为你要追家？
重重压心头。心魔一到不忘日，明定金榜，但愿他年把破旧，世间真相谁真人？他万里子你娘在华山陪酒。谁山在我知天夜过一方，但彼此何时归所能牺牲。有关之中常看我，花花为家高父母，老母正在堂中坐，陪他找武器去。急忙兵马抢为我。这两个奴才，好好在衙官公司为我慌慌张张逃回家来。哦，莫非这衙官团赌游戏被先生当了？哼，回得家来，为父也不轻饶。弟弟有所不知，孩儿在有关之中也是失手将幸福捆绑。哥哥，妻儿，真相这衙官怎么了？孩儿在有关之中也是失手将幸福捆绑当死了。真相你怎么讲？将幸福捆绑当死了。父子奴才藏下了你们真的将人当死了？当死了幸福捆绑，当死了幸福捆绑。畜生！你已经赶到他山头上，心痛痛。那青菜海官十面，看起来为父又要抽一个。当时捆绑，你
的命难当。弟弟，谁不管报是孩儿当死的？是你当时的，是孩儿当死的。畜生！你何故傻想在他天哦？对的，孩儿言道：“我父乃是路贼正道，我娘乃是名门之女。谁料最好的给我当成我，才知他听话也来小母，他叫我倒挂杨柳不生根，骂我娘亲是妖魔，他带儿匆匆怒，一时失手，闯下了祸。是我当死的，是我当死的，是我当死的，我当你的，是我当死的，我当死的。弟弟，事情快把打了你，我再把他当死的。看起来真像是当时滚包的闯祸人，莫看妻儿年纪小。兄不见啥是谁？他兄弟倒有手足你，难道我夜长没有不知情？真来是情财滚包，是有他，当时他滚包去关心，不知道真相去的你。我夜长西走忘恩和你。我让大秋儿去的你，真乃是后堂还有王夫人，左难右难。难死了我！我真是上天无路，谁的无美？弟
了刘家大大的不义。老爷，此话怎讲？夫人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两个奴才在衙官之中，一直是将幸福棍绑大，当死。在问你，苦人问命，必在问命。阿cha老爷，幸福官袍那是姓参，淡定多次，被我儿当时他岂肯管束，也能管束。这便是何是好？夫人，你看是何是好？此有分明心意，将英雄的奴才送去地冥。将英雄的奴才送去地冥。夫人，夏夫人乃是明明之女，长远之妻，胸中必有光彩。夫人，我想把什么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快讲啊！喏，夏夫人这里家法在此，王夫人比我分一个当一个，当一个分一个。夏夫人这里巴头夫人领。好好在月关公司，是和珅同手当是幸福官报，是孩儿当死的。当事人要丧命的你，孩儿情愿丧命，可杀得儿老的女，哪一个杀？你自己的性命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孩儿死也不愿。小畜生！去地冥，出生我分不他来这份笑。孩儿，母亲，幸福官报到底是何人当死的？是孩儿当死的。是人要丧命的你，孩儿情愿丧命，可杀得儿老的命，哪一个杀？你自己的性命，这怪儿不好。小畜生！母亲。
夫人，再是你的不是了。刚才当了丞相，你就该当秋儿；既不当秋儿，你就不该当丞相。不要在两个孩子的面前，显得你我做父母的有所偏心我。你这个小畜生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夫人，可人问得明白？其身份故丞相丞相言道，幸福官报乃是丞相当时的。那秋儿呢？那秋儿嘛，这个奴才也是这样讲。事实说来，还是没有明白。没有明白。世界境界，只怕幸福血泪难伸。老爷，下去。老爷，以妾身看来，秋儿生得本分丞相，天性倔强，这幸福官报一定是丞相当时的。夫人，我看丞相生的老人，秋儿教养神仙。幸福官报，我看是秋儿当时的。我说是丞相，我看是秋儿。丞相，秋儿，丞相，丞相。夫人，你好糊涂哦！老爷，你身为罗州正当，上与朝廷办事，下与万民分忧，如今连两个奴才都审问不明白，你倒来埋怨妾身不成吗？夫人呐，下官身为罗州正当，上与朝廷办事，下与万民分忧。刁民们不为下官所内批判，实为下官所内，轻在白子党，重在革棍革。如今这两个奴才还在下官所内，我有白子，你叫我当在哪一个的身上？我有革棍，你叫我革在哪一个的腿上？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哦。我有事难当，死气生。我亲爱子是天心，我也唱杀子良事真诚心，刻不容问是境界。夫人，幸福官报总算是丞相当时，那钦差老者绝不会轻易放过秋儿。若是幸福前来拿人，岂非叫这两个奴才一起送命？老爷讲，当此程序的名，自度一名第一名。我想打秋儿去的名，你夫人难上问所情。我想打丞相去的名，丞相，我儿生我一片心。
不讲也罢。老爷，你干什么法？我想得秋儿，秋儿，他去的命。神将三世几名字，秋儿也是你亲生，你救了神将。夫人，杀秋儿，夫人啊，我国内苦中难生命，秋儿是你情光荣，也是我夜闯一条根。真乃当时金钗子弟兄俩总有一名保不成，两个孩子给啥财富，人一看是我的。我两个孩子都不杀，那金钗是我肯关心，夫人啊，眼前只有路一条，就一次来杀一命，杀不救下丞相子，不为了什么桃子，一片心。心莫为人人间龙，过满天条是成灵，心莫为我留言长，华山压顶十三层，心莫为我留言长，亲生儿子不结姻，心莫为我留言长，好似冰封寒梅。男人称，今日里啥叫丞相取的名？要救什么靠人？夫人啊，你要是杀了妻儿子，你好比救他母子。两条命啊！
就地坐下。娘亲。
是离开为娘，结婚保暖，需要时机小心。黄昏早说五更登城，长在城锁，又在城底。莫妨你一路平安，找到华山，去见你那深深母亲。也不枉为娘杀子一场。儿啊，生儿老8年之后，儿要到为娘坟上祭上一祭。话一说，你快快到深去吧。在下，你要记下了。传递剧坛信息，关注剧坛盛事，聚焦梨园精英，推介舞台新人。戏文大典籍，全国唯一一档集新闻性、欣赏性为一体的戏剧资讯节目。每周6晚19点，七彩戏剧频道；周5上午9点，艺术人文频道与您相约。如泣如诉的吟唱，如痴如醉的艺术，如火如荼的人生。粉墨春秋带您走进戏曲大师，感受梨园故事。每周3晚19点，七彩戏剧频道。彰显经典，弘扬流派，倡导引领交流学习，德艺双馨，传承发展。为庆祝京剧申遗成功，弘扬国粹文化经典，文化部全国政协京昆市、京津沪30人大和政协联合举办，58位领军人物精诚合作，共襄盛举。12月